台湾网球一姐谢淑薇在迈阿密网赛女单击败世界球后大阪直美后，今天再度擒服大咖球员，以6比3、6比7、0斜线7、6比2拍落前世界排名第1的丹麦甜心瓦芝尼亚奇，闯进8强。大会第27种子谢淑薇击败第13种子瓦芝尼亚奇 Caroline Wozniacki， 生涯首度打进在 WTA 顶级超强 Premier Mandatory 等级女单8强。谢淑薇先前4次与瓦芝尼亚奇交手仅拿下过1盘。谢淑薇下一场将迎战爱沙尼亚选手孔塔威特 Anett Kontaveit， 争夺4强门票。谢淑薇对上球后级人物屡屡上演以小博大的戏码，迈阿密网赛上一轮扳倒当今球后日本名将大阪直美，去年在温布顿也击败过当时世界排名第1的罗马尼亚好手哈勒普 Simona Halep， 今天再度撂倒球后级选手瓦芝尼亚奇。